根据着这路透社报道，讲这台积电较可能违反着美国贸易出口管制。这台积电的晶片较可能是去互这华为摕去做 AI 处理器，这下就要面对美金10亿的罚款。经济部长郭志辉是强调，台积电是遵守法规的公司，对于台积电来讲呢，这个问题应该是无存在的。受到美国提管关税冲击，台积电连续3个交易日股价拢大落，就算找到个人基金入来护盘，台积电同款落到800块以下，收盘是785块，落31块。敢讲后个先刷指责袂掉啊？半导体很重要，人家知道，让你自己想拿它当盾牌哦，这是没有必要的事情。而且如果你认为说经济上的保障或稳定性可以保证你安全的话，你看乌克兰这句话就不会成立的。同时间，外国媒体路透社报道，因为台积电生产的晶片技术和华为导入 AI 的伺服器，更加面对10亿美金的罚款，传出美国商务部考虑对台积电做出更加大金额的处罚。对这台积电表示无要评论传言。经济部长郭志辉嘛认为这是无存在的议题。我想台积电是一个遵守各地法规的公司啦，经济部因为没有收到这样的这个讯息，所以我们不予评论。很可能是台积电已经遭到了美国华尔街秃鹰的狙击，也就是说，他们要刻意打压台积电的股价。像今天，其实川普政府就说了，如果台积电不加速去建厂的话，那美国政府就会给台积电继续科100%的关税。你看看这个针对性有多强？面对川普关税当局，都惊牵动未来经济前景，台湾科技产业应该要安怎？我们只有等嘛。比如说我们卖 IC 的，后面苹果这些做系统的人，他说我也不知道要卖多少钱了，那怎么办？他说那你今天不要给我货，我们停，马上就没有收入啊。那你薪水发得出来吗？那银行会不会说你的这个融资我也立刻收伞了？要不然太危险了。那一收伞不是就又火上加霜了吗？所以这个就到后来，我们现在最流行的就是说，看你韧性有多强。罗志远表示讲，关税问题层级是真悬，是到国家的顶级，企业敢会当等政府来处理，加上目前无确定性是伤济，只会当先观察一下。记者综合报道。